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5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花莲倒溪乡2个查甫人从半暝小酒去拍蜡，可能是暗蒙蒙看到乌影就开枪，结果拍死同款嘛去拍蜡的人。中共解放军将发动军演，美国国务院呼吁中国爱准则，英国的外交部嘛呼吁应该避免任何伤害和平稳定的行动。去年鸡卵欠配大起价，最近2个产量上济，市场已经卖到1斤25块。市价协会是批评农业部无做好进口生两鸡总量的管制。来看花莲的倒溪乡有2个查甫人烧酒早蜡前去要去掠山猪，其中有一个姓苏的查甫人可能是看到乌影就开枪，结果拍到一个美丽田里嘛准备要拍山猪，一个姓马的查甫人，枪支又是弹到伊阿妈棍，送病院急救嘛救无回来。救护人员接到报案赶到现场，互枪弹到的这姓马的查甫人已经昏去，唔知人啊。家属靠甲真伤心，开枪的这男人嘛唔敢相信，讲伊拄仔拍到的唔是山猪，是一个活人。山猪，他又没开灯，他窝在那个田埂里面。看的时候，结果就打了。案件是发生在14暗时10点，警方接到报案，在倒溪乡花75线15公里处是发生拍蜡煞去拍到人的案件。红弹到的这姓马的查甫人本身嘛是蜡人，埋伏在田遐，所以当作是蜡物。苏姓犯嫌与陈姓友人携带猎枪前往稻田狩猎，因视线不佳，苏前误认黑影为山猪而开枪射击。误伤独自前往打猎之马姓男子。救护人员到现场发现，讲这姓马的查甫人暗棍着枪，已经无什么意识 ，CPR 而且送去玉里的主治病院急救。接触到患者，发现患者已经没有呼吸、心跳病情，然后我们救护员立即开始 CPR。那患者在医院急救处之后，仍然在医院宣告不治。经过警方调查，3个人拢合法持有蜡枪，但是因为无小心去弹到姓马的查甫人，涉诉的嫌犯红照杀人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另外涉案的枪支，佫必须要交转来，而且撤销许可证。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新北市的三重埔，警方昨下晡查一台亲像是挂假车牌的车，这台车拒绝零检油门吹的特别绕跑。警方是开9枪才把车炸落来，把驾驶抓起来。坐伫驾驶边的查甫人嘛着枪送病院急救。半夜下晡4点外，新北市三重埔分局巡逻员警伫三重埔中正北路甲泸州交界所在，发现一台自小客车，疑似怪车牌甲车身无符合，向前来拿查。警方将警车驶到小客车头前，员警落车要求驾驶落车受检的时阵，小客车驾驶拒检，佮加速驶过警车，赶紧逃走。员警险险被弄掉，就对车顶开2枪，不过小客车依然加速逃走。警方从部汇报之下，在中心路中央路口抓住小客车，员警连开7枪，才让小客车停落来。员警在拦停之后，发现他仍然在肆意的冲撞倒车。我们为了避免周遭民众及同仁的安全遭受危害，所以我们就迅速果断的对车轮胎来开枪。警方动用压制10岁姓陈驾驶，一个副驾驶座10岁姓朱的查甫人是巴肚和枪支弹到送去急救，暂时无生命危险。是因为他有倒车的行为，以至于他的角度有失控，是否因为跳弹的状况来造成犯嫌的腹部中弹？这个我们还可以再厘清。互枪支弹到巴肚的20岁姓朱的查甫人是早起甲违反告诉法通缉犯，车顶涂了阿鲁米的棍仔，无超出违禁品，详细情形还佫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中共解放军将发动连下来剑2024B 的军演，台湾的股市佮有新台票是拢起，无受到上大影响。行政院长杜英泰早起伫立法院表示讲，咱国的经济体制是真健全，政府的责任是互人民安心哦。针对讲会影响到区域和平的行动，咱一定会做好准备。针对昨总统赖清德紧急召开国安高层会议，有人质疑讲根本是翕相片做记录尔。行政院长杜英泰是强调讲，总统昨伫会议中有做出真侪指示。任何一个没有事先提前预警的演习，都是对整个区域的和平稳定带来相当大的困扰。对行政院做了一些必要的交代跟吩咐，
我想这个是国家体制的正常、必须而且是负责任的运作。对英台表示讲，国安高层会议是对早起8点一直开到10点，总统伫会议中对行政院是有真侪交代。咱国防部嘛指出讲，昨国军侦测到中共的军机佮有军舰交了台海数量是有史以来上侪的一日。再来看中共的解放军，昨伫台海附近发动13点钟的联合来舰，2024 B 的军演引起国际的关心。美国的国务院就呼吁中国要爱准则。美国的国防部嘛批评讲，中国的军事施压的行动无负责任，破坏稳定。英国外交部嘛强调讲，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呼吁讲要爱避免任何伤害和平稳定的行动。解放军则是伫台海四边发动13点钟的联合来舰2024 B 的军演，引发国际高度关注。伫美国国务院表示观察了后，美国国防部发出声明。指出，解放军的军事施压行动是无负责任、无成比例，而且破坏稳定的，强调台海的和平稳定，甲全世界是真有关系。美国会继续甲盟友伙伴合作，确保印太地区自由而且开放。英国国防大臣施里也谴责中国真有侵略性甲戏惊意思的行为。Many of us are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launch of the recent military drills by China around Taiwan. Would the Secretary of State like to use this opportunity to condemn these highly aggressive and intimidatory manoeuvres? Mr. Speaker, I will indeed. He will know that ours was a party that went into the election committed to build on the commitments that the previous government had made to the Indo-Pacific. 后面同款发声表示，中国军演进一步升高海峡两岸紧张的情势，重新强调反对任何各方面以武力胁迫改变台海现状的行动，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德国总理肖兹也表达同款的立场。Wir schauen natürlich genau hin. Für uns ist auch immer klar, wir gehen davon aus, dass niemand versucht, mit Gewalt an der Situation, wie sie zwischen Taiwan und der Volksrepublik stattfindet, etwas zu ändern, was uns nicht davon abhält, die Dinge genau zu betrachten. 日本首相石破无讲，台海甲台湾四边的和平安全对日本甲区域非常重要。日本会继续密切关注情势，并且做好责任的应用。外交部呼吁中国勿假借理由无端之事，成为破坏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对国际朋友的支持，咱外交部表示诚心感谢，强调台湾会继续充实自我防卫能力，并且强化甲理念相斡的朋友合作交流，向世界展现守护民主台湾的决心。记者综合报道。中共表示讲，昨个军演就是针对赖清德总统的国庆演说，嘛是赖总统伫520上任了后，解放军发动的第2届伟大军演。甲2022年8月份，美国众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迄当时头一届的伟大军演比起来，昨个军演是愈瓦解咱台湾本岛。详细状况今仔解剖新闻，咱就要请职安来为咱说分明。是主播解剖新闻，我是职安。先来看，咱继续来关心中国军演。中国为了反制总统赖清德新两国论，宣布联合来舰演习，要演练军机、军舰对四方八方围来台湾。这海陆空部队甲火箭军部队联合攻击。那统计这几年，中国针对咱台湾是有3届围台军演。咱来先来看倒手边这个图，先来是2022年8月初4甲初7，这佩洛西访台了后的中国军演，再来就是今年5月23、24这中国联合利剑2024 A 的军演，再来就是昨个10月14中国联合利剑2024 B 的军演，这演习是连续13点钟才宣告结束。也那这届军演上主要就是要来演练讲这战备精神，随时会当来转做开战。过来就是港口的封锁，要封锁咱台湾，讲会当阻止外界，包括着这美军甲日本的介入，嘛是第一届派出因的航空母舰辽宁号要驶来西太平洋，也就是台湾的东南部。头一届人的中国海警船嘛是来驶台湾甲驶透透驶一日，这专家就表示，这中国可能是要来试验讲这航空母舰辽宁号的开造敢是有效。
效果，要来靠演习来改进战术。啊，毋若是安尼，中国则搁再发布2部影片来大宣传，大家先来看这曹燕影片，真高泰弹。这个弹内底，甲台湾是规个箍伫咧内底，有人就讲这内底可能有玄机。讲到这2025年的元旦，这习近平可能会阁有动作，佮还是联合利剑的这主题曲坐军舰去华东。要来看咱的太平洋，看咱的七彩潭，搁中央山脉，看因中国美丽海。这2部影片尤其拢是对因的东部战区官方的微博网站出来，这是引起因国内真大的讨论。因为咱国防部是搁再批评中国，莫搁再制造军事压力，国军一定会用实际行动来保卫咱国家的主权。以上就是解剖新闻，甲镜头交转去予主播。感谢一安哦，咱个继续来关心2024年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会伫秘鲁来举行。有风声讲哦，总统赖清德本地要派前副总统陈建仁来代表，也毋过因为中国压迫秘鲁是无同意，即马要改派宏基集团的创办人施正荣。也毋过总统府是表示讲，目前搁讨论人选哦，确定会正式来对外公布。今年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会伫秘鲁举行，针对经济领袖会议的总统特赛人选，外界传出总统赖清德原本希望由前副总统中建议的议事陈建仁代表前往，不过伫中国的压力之下，无得到秘鲁的同意，因安尼传出改派过去捌伫淡水变政府时期出任 APEC 特赛的宏基集团创办人施正荣来代表。中国再次的非常蛮横的来跟主办方秘鲁来提出一些抗议，非常遗憾哦。那目前我们所得知的讯息，主办方秘鲁那似乎也向我国的政府传达了，那陈建仁前副总统应当是难以代表台湾出席 APEC， 因为我们现在策略是完全倾向美国嘛，那美国能不能帮我们发声？美国能不能帮我们折冲？这个其实就很重要，我们应该让美国去跟我们做相关的协调。那位认为讲，既然咱方的策略偏向美国，就应该和美国甲咱方协调，得到亲美政策的好结果。另外是批评讲，这显示中国伫国防、外交、和国际各方面继续打压台湾。外交部也做出回应。我国出席 APEC 经济领袖会议的人选，一向是由总统决定。人选确定后，总统府将正式对外公布。媒体报道中所称的相关内容，基于对秘鲁方的尊重以及双方互信，外交部不便对外说明。来看过去8年 APEC 的领袖代表，2016年、2017年拢是由苏当时总统府的主政宋楚瑜来担任。2018年到2023年是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代表出席。2024年的人选是还未定。总统府发言人郭雅辉则是表示，相关的人选依然搁咧讨论，就亲像过去若有明确安排，会向国人公开报告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最近国际上针对联合国第278号决议无感谢台湾的讨论是真多。国全民基金会今仔日公布一份报告，呼吁总统特爱重视台湾正名的重要，嘛希望讲会当改掉台湾路名中国化甲奥运使用 Chinese Taipei 来参加比赛这个问题。顶礼拜相识大典，总统赖清德强调，中华民国甲中国互相无隶属，不过坚持倡议国家正常化。国全民基金会指出，全国际当透过258号决议无感谢台湾的支持咱国，因认为政府应当积极面对台湾正名。因伫咧10月15发布控制国家无正常关键报告，因伫内底指出这些问题和建议。伟大的政治家应该是想尽所有的办法把他的理念、理想极大化，而不是把自己的理想、信念、目标冷却、冰冻起来，然后去往模糊的中间去靠拢。这个走久了，有时候会迷路掉，甚至会让我们的国民会有点无所适从。
基金会就真济专家学者共同编写这份国家无正常关键报告，学者指出，比论中正路、上海路等等，这违反性和中国化的地名应当改掉，好路名通和台湾有更较密切的关联。另外，咱国旧年来直直以 Chinese Taipei 的名来参加奥运，前行政与体育委员会主委是认为，这会让国际愈无了解台湾和中国的差别。维权的人，中正路、中山路、建国路，你大家有看到这？敢若中正路全台湾满岛有311处，希望这无正义、扭曲的历史会当归正。宪章内底有规定哦，你参加的这个国家，你爱用你的国家的名，若无就是你爱代表你的地区的名称啊。咱中国台北地图内底拢无啊，这中国台北是代表什么会？这就是足无正常的一项代志哦。高宽民基金会表示，未来逐年因拢会发布报告，针对这个问题，政府敢有去改善来检讨。另外嘛，按算结合网络发起社会对话，甚至嘛按算继续推动奥运正名等等，希望透过这个行动，通促进愈侪台湾民众关注国家正常化的议题。记者吕尚珠、郑春友台北报道。再来看，南韩使用无人机去北韩的领空也宣传单，北韩的国防部是要求边境部队一发现有南韩的无人机，就爱随拍落来。南韩的军方嘛发现讲，北韩按算要毁掉经济线，佮有东海线的铁路，要来封锁连接南北韩的公路甲铁路。相片内底，当看到一个白色三角形的物体飞伫空中，这是北韩表示翕到南韩无人机飞到北韩首都平壤的天顶散布宣传单的相片。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小妹金宇镇骂南韩的行为是严重的政治挑战，而且对北韩领空主权的侵犯。暂时佮传出北韩国防部已经向边境被破冰部队下令，伫暗时8点之前建立高度戒备，加强监视空中。若是发現南韓無人機，日檢就會甲無人機拍落來。 조선민주주의인민공화국 국방성 대변인이 조선인민군 총참모부가 국경선 부근의 보병연합 부대들과 중요 임무 수행 부대들의 사격 준비 태세를 갖출 데 대한 지시를 하달한 데 대하여 발표했습니다. 北韓勇士表示，金正恩講到南韓團隊認為上嚴重的問題是無人機進入北韓領空。官方媒體呼籲南韓應該要即時停止這款有可能引發武裝衝突、造成雙方戰爭的保護責任又個危險的行為，會對無人機進入領空採取報復行動。另外，對北韓宣布為7月開始要封鎖連接兩韓的鐵軌路及公路，南韓軍方則是公布已經觀察到北韓準備炸掉連接兩韓的經濟線，還有東海線鐵軌路。 일단 도로에 가림막을 설치해 놓고 그 가림막 뒤에서 작업하는 것들이 식별되고 있고요. 그 도로를 폭파하기 위한 준비 작업들을 하고 있습니다. 그래서 빠르면 오늘도 가능한 상태이고 또 북한이 공개한 대로 폭파도 할 수 있을 거라고 생각을 합니다. 另外，在兩韓相接的道路面頂，南韓嘛發現北韓大力準備爆炸設備，暫時無清楚有倒一寡道路會互毀掉。南韓軍方呼籲北韓保持克制，表示若是南韓民眾的安全因此受到威脅，就會向北韓進行報復。公視新聞台董炳益。 發電人工智慧需要大量的電，美國的谷歌公司最近就直接甲加州一間新創企業來簽約，要應用上新的技術去7座的小型的核能反應爐，在2035年之前會當來提供500萬瓦的供電。谷歌除了是英語系國家超出功能的大公司，嘛推出形成式人工智慧開講機器人 Chatbot， 因為 AI 需求快速翻倍，雲端運算大量增加。 設在美奧亞各大州攏總24個資料中心，電力的需求是真驚人。谷歌公司書面的聲明指出，就算拍拼開發其他再生能源，發電量也是無夠資料中心的需求，所以新一代核能反應技術，在供電量提升的時陣，降低碳排放，會當講是價值的選擇。也若成立敢若7年的凱羅斯電力公司，拍拼開發第4代上新的氧鹽反應技術。 達到快速供應有夠額的電力，也有減碳，甚至是減化核廢料處理甲安全等等的目的。Instead of fuel rods, fissile material is dissolved in the molten salt. The fuel flows around graphite rods, which moderate the energy of the neutrons to support the nuclear chain reaction. Other designs include liquid or solid fuel contained in rods, similar to current reactors, but with molten salt as a coolant.
These reactors can use a broad range of fuel and salt compositions, and there are even designs that do not require a moderator at all and are a class called fast reactors. Several designs would employ thorium fuel, which offers many benefits. There is at least 3 times more thorium than uranium on the planet, and its waste largely decays in hundreds of years instead of tens of thousands. 甲Google 有同款处境的微软，是甲电力公司合作，准备重新启动真侪年前传出核能事故的三里岛核电厂。Google 是头一间直接甲电力开发公司签约，打造专用核反应炉的科技业者。不过双方拢无公开合约的金额。Google 敢会投资电厂的起造，或者是干那买电厂的电，也有这新型的电厂，敢会甲全国的电网相接，供应予其他的用户，目前也无清楚。公司新闻，戚家人编译。再来看今年的诺贝尔奖，昨暗公布诺贝尔奖经济学奖是颁予3个美国学者。瑞典皇家科学院是表示讲，这3个学者研究社会制度是安怎来影响国家繁荣。其中，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罗宾森是表示讲，台湾、韩国各有模拟实施都已经成功来转型，真做是包容性的社会咯。在服务学校受到热情欢呼，芝加哥大学教授罗宾森甲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艾塞莫鲁甲强生共同得到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3人研究发现，健全制度是推动经济成长甲社会进步的关键因素。若制度设计不好，可能阻碍国家的发展，致使贫富动荡起的问题。It's what we've been doing for 30 years. Daron and Simon and I have been working for almost 30 years together. So it's sort of our life's work, you know. So we've been thinking about these ideas, working on them, researching them, writing for a long time. 土耳其的艾塞莫鲁指出，为不是民主政权进行民主化的国家，最后经济成长比不是民主政权近8-9年。也承认民主不是万灵丹，推行民主是真困难。Democracy directly itself contributes to economic growth, not easily, not right away. It takes a couple of years, and it's a difficult business to make democracy work. But generally, countries that democratize grow faster, and they grow the more right way, meaning they grow in a way that's more equal. 英国的强生是表示，家己用真侪年时间才成做美国公民，不过美国原来体制咧把受压迫，特别是前总统川普，过在第1年结束了后，今年美国大选也是美国民主震荡的压迫测试。You know, we've had a bumpy ride on democracy, and what happens next in the November election is extremely consequential for whether we can sustain our better, stronger institutions and have more shared prosperity going forward. 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今年最后一个颁发的奖项，年度诺贝尔奖也对咧结束。所有得奖的人会受邀请伫12月70日，也就是奖项创办人诺贝尔1986年过身的纪念日领奖。公司新闻陈伟俊编译。过来消息来看，这几天的天气是真热热，也毋过受到东北风增强的影响暗时开始，北部会搁湿搁凉冷拜4到拜5水气就会减少，也毋过拜6开始，搁有另外一阵的东北季风会来，所以会影响到后礼拜1。拜2台湾大部分地区日时拢是侪云到好天，不过这款天气伫拜2暗会开始改变。气象署提醒，拜3受东北风影响，北部甲东部各方面拢会落局部短暂雨。明天一直到周4的清晨呢，会受到东北风略微增强的影响，所以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还有宜花的这一带，降雨几率会略微增多一些些。对白天的气温呢，在明天大致上面呢，略比今天下降1-2度，来到28、29度左右。不过，这届东北风来了真紧，也走甲真紧。拜4日时，东北风虽减弱，全台湾阁恢复侪云到好天的天气，尤其拜5高温甚至会到33度。真紧拜6，另外一阵东北季风通过台湾北部和东北部天气，阁会转做湿淡凉冷的天气。中南部会维持过昼了后落雷公雨的天气形态。周6受到这波锋面通过的影响，可以看到迎风面的北部以及东半部的这一带，像是在桃园到苗栗的这一带的降雨几率是跟前面相比比较明显增大的，所以在北台湾的感受上面呢，是有这种下雨以及转凉的感觉。
而至于在中南部，大致还是以多云到晴、局部午后雷阵雨的天气为主。气象署提醒民众，这礼拜天气变化较济，阴暗温度会降到25度以下，呼吁民众注意早暗温差变化，较免去互寒到。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3.2风台伫台东县太麻里乡落将近2000毫米的雨量。风台扫过了后，有真侪水崩山的灾情。代替伫太麻里乡花园路段有一座铁路桥，桥墩有壁损，钢筋拢看现现。伫南回公路的花园桥嘛是同款哦。也毋过代替是表示讲，目前阁袂去影响到行车安全。附近阁有真侪徛街哦，厝里拢是土沙，到搭个会摒扫，民众是真无奈。代替太麻里花园路段一座铁路桥，伫风灾了后，互发现桥墩基座互土石流墙甲显现出来，动土墙也互墙走，互人烦恼火车的安全。不过代替表示，当路段会勘了后，判断这个桥目前无危险，袂影响到安全。判断没有立即危险，但是我们会避免它继续冲刷哈。我们会赶快做紧急采购，2周内把它加固。代替表示，离铁桥无到10公尺，南回公路花园桥桥墩也显现出来。不过公路局台北工务段判断讲，即嘛是无危险，再来会会动管护甲台东水保分署来研究加强溪水治理的工程。因为即届风台的土石流真严重，住伫花园桥附近的徛街，土石落寡糜拢冲入去厝内底，即嘛阁清袂煞，家具拢损失去。不过洪灾饮水补助敢若2万，互受灾居民真无奈。这2天工作才有派人来整理、来清而已，也没有给我们妥善的照顾，说要叫我们去哪里啊？洪灾过后的10天，太麻里的灾情渐渐出现，民众希望政府会当针对这届土石流的灾情进行全面的会勘，听受灾户的需求，提供必要救助。记者综合报道。经济部长郭志辉昨伫一场活动表示讲，因为咱国内有人烦恼讲绿电无够，所以经济部准备要伫菲律宾来设电厂，佮甲遮的绿电用存，还是电缆线送转来台湾哦。也毋过有学者是质疑讲，安尼敢算是咱国内的再生能源呢？经济部长郭志辉10时参加印太战略智库成立酒会，伊伫致辞时阵，弹出新的想法，讲出国内各界拢人烦恼绿电是无够，准备要伫菲律宾设电厂，甲绿色的电力炸转来台湾。早起郭志辉参加台北胖子展，嘛特别国强调讲，会一摆来满足业界的需求。我们即将在邻国设立这个电厂，那么来协助大家。取得绿电的这样的一个目前所遭遇到的一些困难，所以我想2030年各位所担心的绿电，我们一定可以为各位做这个充分的服务。国内产业对绿电的需求真大，郭志辉强调爱帮助国内产业达到绿电的目标。中央大学讲座教授梁启源认为讲，若是以世界潮流来看，主要是要来推动净零碳排。但是郭志辉讲的，甲绿电炸转来台湾，敢会符合伫本国100%再生能源的要求？我们在其他的地方去发展绿电，那是不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等于抵换的观念也算在国内变成说我不排碳那但是不排碳算不算这个 RE100是一个大问题。绿电讲的是再生能源产生的电力，台湾再生能源发展是以绿化风电、太阳光电做主要推动的项目。去年2023年，再生能源占国内总发电量比例是9.5%，但是要达到2030年电力配比再生能源占比30%的目标，学者认为讲还有一定的难度。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基隆市卫生局发现讲，国光生机生产的一款流感疫苗，为了这已经变色。国光生机昨伫疾管署的专家会议嘛提出检验的结果，因指出讲应该是社童有零件有失伫用出来，强调讲这是单一事件，会佮甲疫苗送公证的单位佮再检验。疾管署是要求讲，共一个配合的库存101000剂，就爱全面回收。其他的国光流感的疫苗，未来就爱逐期拢检查。顶礼拜，基隆市卫生局主动通报，发现一档国光流感疫苗变色。国光生机以仪器检验了后，发现塑胶袋的品质有问题。泡着流感疫苗了后，
用出内底硫化合物致使疫苗变色，研判甲2018年赛诺菲疫苗变色的事件相像。刚配合库存10.1万吨已经全面回收。它并不是疫苗本身变质啊，或者说有微生物污染的这种情况，而是因为胶塞它虽然说这个几率很低，不过它的瑕疵让这个胶塞里面的化学物质释出啊，而造成这样子变色的情况。国讲上机指出，可能因为塑胶太太的品质不良，接触到流感疫苗了后用出来，致使疫苗变色。是罕见的单一事件，已经把变色的疫苗送到第三方公证的单位进行硫化物甲相关物质的检验，确认变色的原因。疾管署指出，调查了后，共配合验收了后，配送到6个县市，已经使用8.2万吨，库存10.1万吨，自顶礼拜六已经暂停使用。经过检视，拢无问题。不过，有缘依照合约的规范，以冷运冷藏的方式回收转来国公公司封存。伫后礼拜三，疾管署会召开 ACIP 和流感防治组联席会议，来决定这个配合敢要继续停用。已经库存的这个10万剂，事实上，各卫生局也都已经清查完毕，并没有发现其他有变色的疫苗。已经接种有变色疫苗这个批号的民众呢，事实上目前也没有接获任何不良事件的通报，只有这一支有颜色改变的现象哦。那所以其他的假如说都没有的话，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甘业科技师指出，过去捌发生过赛诺菲疫苗因为塑胶太太的问题致使变色，那这届国讲变色的疫苗伫注射进前就互发现来回收，有问题疫苗并无互使用。厂商也已经咧调查，佮有厘清，民众莫伤过烦恼。伫秋天、冬天流感流行进前，也是爱照机庭来注流感疫苗。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改善空气污染环境部搁再修法，要来针对 PM2.5佮有臭氧的违规排放，要加重处罚。嘛拍算要加重处罚伫4月份甲5月份违规的行为。为着要落实二期方案空品改善的目标，达到全国臭氧8点钟红色警示占比数比108年改善8成，佮 PM2.5浓度达到达立方公尺13米克。环境部拍算修法，针对 PM2.5佮有臭氧前驱物的违规排放，加重处罚。另外，除了伫空污季节，嘛就是第1甲第4季违规来加重处罚。即马嘛纳去搁较侪月份，就是把4月、5月的这个部分，我们把它纳入进来。环境部举例，针对工商场过去4、5月排放超标，罚15到150万；修法了后，有可能会当提悬到30到300万。会在环境部举行线上的研商会，针对修法裁罚，高雄市环保局希望卖采取返回制是更加明确化。不然这样子的话，就是后续在行政上的一个执行上。在开单就会越来越困难，这样实际上真的是不可行哦，因为其实每个个案它有很多的一个情形，我们也很难把所有的个案把它的样态逐一罗列哦。这个修法的重点，还有包括业者无排放许可来运作，或者是牵涉到经济重大，并定无适用减轻的规定，加重会当罚到上限2000万，还有设备元件漏下的裁罚比例会更较幼。另外，使用无符合成分标准的燃料，以早是无处罚，修法了后查到会直接开罚单。记者林润平做台北报道。再来看桃园市南坎溪附近伫双十节的时发现溪水拢是白色的泡。环保局对早发现讲是自助洗车场排的废水，昨午溪里又搁出现真侪泡。环保局嘛指出讲，这是同一间洗车场排放的废水已经处罚了，嘛要求讲爱伫10月18进前做改善。民众伫溪仔边的步道咧运动和骑车，这段伫桃园中央街迄边的南坎溪，双十节和集市，河边拢出现一大堆铺伫水面的白色的泡。水巡守的志工第一时间是通报环保局公害中心来处理。议员和民众感觉讲一礼拜2摆实在伤寒，要求市府应该重罚。环保局第一次10月10号有去厂商那边说啊，你们这泡泡这样不行已经有了。结果昨天还再重新再一次，像泡泡，人家在运动的时候，泡泡飞得满地。在小会稽从化区开发之后，一些建商进驻，还有一些店家厂商进驻之后，
我们这一带的水源开始就有出现被污染的状况。河南坎溪2摆拢变作规条河拢是破的凶手，就是这间自助洗车场，目前是无营业，大个施工等待征收。环保局讲，因接到通报去真正的地点南坎溪来勘查，发现讲这泵坑回流到南坎溪的所在，就会当看到破。经过调查是同一间洗车场摆的。水塔浮球故障导致水流溢出，将场内地面之高浓度清洁剂带出。径流至道路侧沟，再流至下游南坎溪，导致水污染管制区水体。目前南坎溪已经恢复伊原本的形，环保局伫确认污染源了后，嘛派水车去把这破洞抽掉，避免污染搁扩大。另外，针对业者的部分，嘛搁一摆来照水污染防治法开发，而且限期18进前爱改善完成。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去年因为鸡卵真欠缺咯，所以卵价是起价真悬。最近因为卵已经真充足咯，卵价就一直落。市场嘛已经有人卖到1斤才25块尔。市价协会跟农民是批评讲，农业部无管控进口的生卵价的总量。也毋过农业部是表示讲，主要是最近消费者买了较少，官人就会改善。民众去到市场买鸡卵，落甲满满一地，公斤嘛计数真正变价有够俗。现在什么都涨，只有鸡蛋它有降，我还觉得蛮惊讶，我们的用量还蛮大的。反而将新的计数牌换起来，白卵1斤是29块，甲去年欠卵的时阵1斤爱85块比起来是差真多。不过反而讲计数有变较俗，起草煞无较好。不管是天气热还是怎样，买气也是差呢，就是买气差它才会一直降啊。根据资料显示，目前国内鸡卵的产地计数是1斤24块半，大麦计数34块。另外，上新的鸡卵产销资讯显示，逐日鸡卵的产量是125000箱，已经超过国人逐日需要的12万箱。鸡卵的产量严重超过需求，市价协会认为，甲去年农业部大量增加进口鸡的数量有关系。农业户的，就是咧惊讲扯蛋的时，伊唔知系各项鸡，准目前啊。33万只啦，啊！你若想一天啊33万只就出来，惊死人呢。鸡啊，蛋鸡这个畜牧登记证拜托管区拢暂时，包括更新的拢暂时紧冻掉中华农民表示，进口的鸡孵出来了后，卵价上低，致使鸡卵的产量超过需求，应该爱来补助淘汰进口的鸡啊。因为农业部是认为鸡卵的计数会变较俗，是因为民众的需求无遐济。冬天有禽流感。没需求的时候，你把种鸡都杀掉、淘汰掉，一下子没想要有新的小鸡、种鸡也来不及。种鸡这边也有配合在减量。目前的状况纯粹都是消费市场比较萎靡。农业部表示，伫咧今年7月就已经淘汰超过220万只产量较少的鸡母，而且有超过目标的数量，建议业者爱自主来调节生产的数量。也如果鸡卵产量上济情形，伫咧寒人民众的需求增加了后，就会慢慢改善。记者综合报道。高雄一间囡仔运动补习班叫做体育人文创，年初向关门有超过300个消费者向消保官来申诉，自救会冒上千人。即马消保会决定讲要帮家长来拍团体诉讼，因为这款课程唔是以补习班，嘛唔是用健身房来登记立案。消保会嘛呼吁政府应该爱立专法来管理。为什么要这样骗人？哎呀，那其实这个钱我也没有想要说可以拿回来，但就觉得说不应该让他这样去伤害孩子的心。受到体育人文创恶意倒店，受害家长一度想要哭。大家也都没有收到，也没有办法去联络到王先生，所以我们就会走诉讼这条路。那也是给孩子一个机会教育。市面上其实还是有这么多的，那到底有没有一个稽查的？有没有一个？我们希望我们是最后一件事情。有家长报名还未上课，就当着倒店；嘛有家长汇钱了后个月就互倒去。自救会人数上少1000人，甲各地消保官申诉的人数嘛有304人，平均一个人哄骗2万到3万块，初估金额上少2000万。但是王姓负责人，代志发生到即马找袂到，台湾消保会决定要替受害家长拍官司。就代表说，这在全台湾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灰色地带的状况，所以我们是很呼吁政府一定要赶快订立专法。
台湾消保会表示，网络真侪儿童体育相关课程，或者毋是登记补习班、健身房，当着纠纷，为了透过相关的规范，也是定型化契约，对着消费者是非常无保障。建议政府赶紧来补破网。我们先制定自治条例，然后我们让我们的各县市的执法机关可以去稽查这些团体。团体官司收件到11月底，因嘛建议消费者报名相关课程，就要摕收据，也是写合约。付钱的时阵，当采取着信用卡缴钱。若是当着纠纷，就会当向信用卡公司申请着争议款项。记者王刘婷、陈显坤报道。再来看教育部将召开私立高中以上学校退场审议会，针对云林县的私立大成商工财务恶化，有超过一半委员是同意讲来做专案辅导的学校，互因2档的时间来改善。学校是表示遗憾哦，也毋过强调讲因会继续拍拼。云林私立大成商工目前学生数400多人，各136人。今年7月份。北云林道在部无依规定向主管机关来备查，受到关注。14号教育部召开私立高级中学学校退场审议会，大成商工被列为专案辅导学校。财务状况显著恶化，已有不能清偿债务之事实，或严重影响校务正常营运。那在场呢，经过出席委员1/2以上的同意，认定该校列为专辅学校。教育部国教署表示，依退场条例规定，会予学校2年的时间改善。啊，无将进入退场程序，并会加派学校专业教职员、学生也是学者专家，至少3个人担任学校法人董事，学者专家担任监察人，来强化学校运作。没什么看法。每一个区域，当然你不能说完全没有学校，但是学校有一个数量，就确保那个区域的学子的那个教育权，然后就 OK 了。然后如果剩下的那个办学不好的学校，那就让他们退场。但大成商工面对被列为专辅的学校，无愿意对外说明，敢透过简单的文字回应，对教育部审议会决定表示遗憾，但同款会秉持着认真办学态度，继续办学。记者向为你报道。有台铁员工表讲，这个月12，有一台台铁的观光列车明2号对车库出发的时检挂一节的车厢，却无人发现哦。驶到基隆的7堵站，这节车厢才挂去。交通部是伫立法院有立法委员质询的时才知影。另外，有委员嘛质疑讲，台铁将对改善滨高道安全的采购案哦，执行的效率是真歹。一日主题行程被将近200台铁并1号观光列车12为7堵站变走环驶出，到树林吊车场的时阵，发现漏挂一节车厢。卫生时间继续驶到南港站准备，另外派车将客车车厢为7堵桥到南港补挂，列车倒慢分别半点钟。台铁证实这代志是11暗时7堵吊车场负责客车车后变走同事50行车电波所负报单，变走副站并也无落实检核。对，我今天才知道这个事情。哦 ，My God！ 那这个我想我确实是刚听起来感觉是不可思议了哈。那这个部分，我想我们会再请那个台铁哈，针对刚讲它整个的标准作业程序哈，我们再来检视看到底是哪一个环节错了，或者是要再增加 double check 的一个功能。另外，民众党体委也提出各种记录之期，台铁为改善滨高道系统各件功能，用4.8亿买滨高道加登记1414套，啊，不过除了到即马完成报告3成，也佫无法度正常成功，加登记一直出问题，严重影响行车安全。112年到113年，就一直就是连续的。就是发生事情。这个案子我们的合约的规定是在明年的7月，现在正在加紧的建制中。那目前已经有做的，听说可以通过验收的只有30%。目前已经装上去哈，装上去就是在使用的哈，接近400具。台铁回应为今年9月底已经完成396套有意向对要求立即上改善，目前完成进度6成外，小可较慢，会照契约规定监督清商。另外为预防滨高道事故，台铁9月开始新制度上路，若滨高道出现高警信息，列车拢要伫滨高道头前停车，平均增加2分外钟，停等时间引起旅客怨言，也为10月优化 SOP， 先去通报调度员、甲由司机员现场决定了回报现况中心，减少停等时间。记者综合报道。
去年宜兰有7成的交通事故，拢是发生伫无青红灯的路口。县政府嘛提出改善的实验计划，选伫三星乡的少林路二段，佮有宜兰市凯旋路129巷，要来试办哦。但效果袂歹哦，就会推杀到全县。或者经过无号志的路口，或一台轿车对边仔弄过来，直接并车，或加在车顶的学生拢无安全。宜兰县去年有7成交通事故是发生伫即种无号志的路口。真侪民众经过无号志的路口的时阵无减速，方认为讲是事故发生的主因。宜兰县政府为着要解决问题，提出无号志路口安全改善的实验计划，选定三星乡少林路2段和宜兰市凯旋路129巷做实验的地点。我们透过非号志管制的手段去改造路口的标志标线让干道的行车能够减速。县政府讲，三星乡少林路2段短850公尺到9个无号志的路口，经过事故热点的分析，最近5年就发生16件交通事故，造成民众死伤。县政府希望透过画造化线和客行标线，缩减路口的跨度，而且经过的时阵自主减速。另外，宜兰市凯旋路129巷与无号志路口就在学校门口，会加强行人优先的提示。对，你大概看过几次这样？1、2次啊，1、2次啊，原因大概都是没有号志这样。没有，这是最主要是岔路出来。那集中的时间点也为了学生的安全，我觉得是有必要。就是做实际去访问民众嘛，认为讲，这无号志的路口应该要改善。县政府讲，路口无号志，大多数拢是因为车流量无够，无法度到实施号志的标准。暗算明年中会完成2个实验地点无号志路口的改善，而且透过录影的方式来观察半年，明年底进前若效果袂歹，会推广到全县。记者综合报道。国外过万圣节哦，金龟是主角之一。伫加州，逐档嘛拢会办上当金龟的比赛。今年是明尼苏达州一个老师，伊种出1121公斤的金龟，摕到冠军哦。伊嘛已经是连续第4档摕到冠军咯。Rudy。超级大金龟该出动地过车才会当送起哩庆当。美国加州1年1摆的金龟蹦动大赛，配合几啊节来举办。What do we got? 2471. 2471. Whoa! Current leader by 6 pounds. Travis Dieter from Minnesota. 冠军金龟有1121公斤，是来自明尼苏达州的管艺老师金鸡所种的，顺利摕到今年金龟庆当世锦赛的冠军，完成4连霸。I think I only won by 6 pounds. I was just told, so it came down. And the funny part about it is that was my last year's or 2 years ago seed that he grew. We did not have the right weather year to do it, so. To be up here on this stage with my family and friends is awesome. 甘那亚第2名2.7公斤，虽然今年无阁创新纪录，不过1247公斤是伊创的世界纪录。金鸡认为克服歹天气、关注兔爸健康是摕到冠军的关键。Soil health is a big one for me, and get that plant established right away, and the rest is history. Yeah. And you're gonna come back next year? We'll see. We got to do some talking here with my family. 说到这粒冠军金龟，会互得标的马主炸到63支，以3D 雕刻的方式展示。同款是配合几啊节个奥克兰动物园这只非洲象，伫几啊节前，伊咧食动物园提供的大金龟，伊一喙就甲金龟吞落去，那亲像死兽啊共款。未来伊会搬到田纳西州的象保护区，甲其他象做伙生活。国视新闻第为人报道。来看美国的太空公司 SpaceX 新南太空船哦，第13进行第5届的起飞，嘛头一届成功利用发射台机器人，伫太空船升空7分钟了后，回收第1节的火箭。这节火箭哦是比波音747的飞行机搁较大、搁较重。这款回收的方式是以前毋捌成功过，嘛互创办人马斯克佮所有太空迷是非常的欢喜。T-minus 5, 4, 3, 2, 1. 伫 SpaceX 员工的欢呼声中，强调美国有史以来上大载运飞机的超大型推进器，为德州上南边的波加奇卡基地升空大约2分40多秒了后，起飞上重要的也就是太空船顺利甲推进器分离。Ship engine start up. Most engines cut off. Stage separation.
Stage separation, hot stage separation confirmed. 分离了后，成男继续飞一段路程了后，降落伫印度洋海峡。到伫发射了後，大約6分40秒，自推進器重新登到地面的時線來，高點度部分飛機引擎來降低速度。Booster coming in hot for booster catch. We're gonna ignite 13 of those Raptor engines, and this view is incredible right now. You can see how fast this vehicle is moving on the left-hand screen. Landing burn has been ignited. We're now down to 3 Raptor engines. We can see those chopsticks now in here. 心内第一节自推进器有33区免侵蚀的引擎，升空的时火力全开，推力会当达到7440万吨，是一般中型客机的700倍。每一颗升空会当搭载150吨的金管甲装备。另外，双人太空船最近可能的用途，除了同时将大量的星链系统的卫星送入轨道，也会当作为大型太空吊架升空的载区。也毋过，美国联邦航空署 FAA 发布 SpaceX 的飞行许可书规定，当年发射的碳排放上限是97300挂吨，也就是当年大约25摆。离马斯克想要成立一年升空上100摆的目標有未細距離。公司新聞持家人編譯。下晡的天氣，咱來看各縣市詳細資料。北部地區上低27度，上懸32度。中部地區上低27度，上懸32度；南部地區上低28度，上懸33度；東部地區上低26度，上懸30度；華東地區上低25度，上懸31度。咱再來看未來3天的天氣。感謝各位朋友收看公視台語台下晡新聞，我是陳淑君，明仔下晡3點，咱再會。